好多身喺香港嘅朋友心入面都會生出一個共同嘅疑問：香港本地經營一間普通茶餐廳，前期硬裝設備投入動輒幾百萬港幣打底，臨街商鋪租金常年居高臨下，想留住穩定員工，月薪開到2萬3萬港幣亦難招人手。一碗工序簡單嘅雲吞麵，點解內地進駐嘅連鎖品牌可以逆勢狂奔、瘋狂拓店？佢哋可以喺本土餐飲低迷、老店連續業嘅環境入面，將售價壓到市民冇壓力消費嘅區間，30多港幣就可以買到份量假實按料飽滿嘅一碗雲吞麵。門店仲堅守現包現製嘅標準。今日我哋完整拆解呢場直情全港嘅餐飲洗牌，深度剖析元記呢類內地連鎖嘅核心競爭力，講講佢哋憑可視化營銷、下沉拓店思路，睇高門勒香港市場打敗本土老牌嘅底層真相。我哋先從消費根基講起，香港本地人對雲吞麵呢道市井美食藏住數十年嘅情懷同執念。上世紀50、60年代，街頭車仔麵檔撐起市民三餐，雲吞麵係底層勞工最踏實嘅溫飽慰藉。70、80年代，成熟麵檔落地固定商鋪，世榮沙子撈麵等老店搞根，形成公認嘅雲吞麵品項標準。喺老食客嘅固有認知入面，合格嘅傳統雲吞麵有着唔容妥協嘅硬性要求，雲吞外皮薄而通透，肉岸鮮甜彈牙，麵湯清亮唔生度，湯底要有大地魚嘅醇厚鮮香，少咗呢一味靈魂。再平嘅雲吞麵都算唔上正宗嘅港式味道，但近幾年所有常外出就餐嘅港人都可以清楚察覺，食一碗正經雲吞麵嘅成本逐年上升。中環核心商圈嘅老牌麵館，一碗基礎雲吞麵標價50、60港幣。碗中只有4顆雲吞單薄嘅份量，完全匹配唔上高昂定價，根本滿足唔到成年食客嘅飽腹需求，搭加2024至2025年香港消費降級嘅大腿之勢。基層市民紛紛收緊餐飲開支，大家既想食新鮮飽腹嘅正餐，又唔願意為溢價裝修、品牌名氣支付額外成本。以元記為首嘅內地連鎖品牌精準捕捉呢片市場空白，帶住成熟商業模式大舉入駐香港。佢哋精準擊中咗本地餐飲市場價格虛高性價比缺失嘅最脆弱缺口。想睇懂元記喺香港嘅爆發式擴張，先要理清品牌沉澱多年嘅發展底色。佢並唔係初出茅線嘅小眾新店，而係內地體量龐大、運營體系極度成熟嘅連鎖巨頭品牌。2012年喺廣東佛山起家，截至2026年14年發展成就斐然，全國登記喺閘門店突破4200家，加盟體系覆蓋全國30多個省市自治區，品牌早已遞交港股上市申請，資本市場早已認可呢套成熟嘅商業運營模式。4000多間門店嘅體量，令佢喺內地各大城市嘅商圈，街巷隨處可見標誌性亮黃色門頭。10幾年市場打磨，令品牌標準化出品、統一化管理嘅模式，徹底規避咗市場試錯成本。佈局香港市場時，品牌紐帶嘅係一套經過大量門店驗證、閉環完整嘅降維運營打法。其中殺傷力最強嘅手段，就係成條街巷都清楚可見嘅重槍，實景可視化營銷。觀察任何一間元記門店都可以發現，臨街設有超大落地透明玻璃窗，工作人員全程規範穿戴防護用具，毫無遮擋地當住路人面手工包製雲吞魚臼子。呢套打法精準拿捏咗香港食客多年嘅消息戒備心理。長久以來，香港餐飲頻繁爆出預製料理、冷凍食材久存、後廚衛生急亂嘅負面新聞。本地數 HESA 對速凍成品、預製換料極度抵觸，格外看重食材嘅新鮮同現製屬性。元記精準抓住大眾嘅蝕本安全顧慮，編成臨街後廚嘅製實景，展示路人可以清楚睇到當日新鮮配送嘅鮮肉燜料，現拆取用嘅雲吞麵皮，店員麻利流暢嘅包製手法，筋感利落舒展，令路人自發認可門店食材嘅新鮮可靠。從消費心理學嚟睇，親眼見證嘅製作過程帶嚟嘅信任感，遠勝菜單冰冷嘅文字標語。實景觀感搭建嘅用戶信任度，同傳統門店嘅文字宣傳
根本唔喺同一層級開放式船窗佈局，仲附帶零成本嘅長效免費引流價值，多數市民飯點都會陷入選擇困難。籠窗內鮮活嘅手工製作畫面，極易勾起進食慾望。呢份天然嘅煙火吸引力，能夠順勢將街邊路人轉化為進店消費嘅精準客流。好多人會疑惑，專人喺東窗持續手工製作，會唔會大幅拉高門店人工成本？呢個就唔得，唔提品牌嘅第二重核心逼禍，全鏈路標準化作業體系。呢套體系徹底擺脫咗傳統麵館對資深麵點老師傅嘅硬性依賴。香港傳承多年嘅老牌麵店，門店經營命脈完全公定喺江嘅資深麵點師傅，一名合格嘅本土老師傅，需要精通雲吞包製、湯底調配、火候把控、麵品管控全套手藝核心手藝，全部集中喺單一從業員身上。人才斷層直接重創門店經營，唔少老字號因為老師傅離職、退休被挖角，口味大幅波動，最終無人傳承，走向結業。反觀元記呢類連鎖品牌，核心競爭力從來唔係個別廚師嘅獨家手藝，而係一套單店無法復刻，喺覆蓋全國嘅成熟供應鏈體系同標準化運營模式。品牌喺廣東佈局多處大型中央鮮加工工廠，所有核心食材同配料都統一加工調配麵粉、鮮肉燜料、湯底調味包，全程冷鏈統一配送至港澳各家門店。堆窗內嘅包製員工唔需要專業烹糊功底，只需3至7日培訓即可熟練上崗，只需掌握固定嘅標準化操作流程，就可以穩定產出統一品質嘅餐品。對經營者嚟講，普通操作工嘅薪資成本遠低於資深麵點老師傅嘅聘請費用，全工序標準化管控下香港各區門店嘅餐品口感、湯底味道幾乎毫無差異，高度統一嘅出品品質，賦予品牌極強嘅可複製性，支撐其快速批量拓店，理清前端門店運營模式，再拆解大眾最關注嘅低價定價底層邏輯。點解本土小店做唔到30多港幣嘅親民售價，元記低價經營仍然可以保有合理利潤？2024至2025年，香港零售市場持續遇冷，市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大幅放緩，大眾消費重心轉向平價剛需餐飲。元記照搬內地成熟嘅高性價比運營模型入局，依託全國數千家門店嘅龐大體量，品牌擁有極強嘅集中採購話語權，極致壓縮食材成本。香港個體麵店採購豬肉多，按斤拿貨，單斤鮮肉採購成本普遍喺60港幣上下。元記大批量集採凍原上百貨生鮮豬肉，議價後單斤成本僅30港幣出頭，近乎腰斬嘅食材採購成本優勢，係本土夫妻老店小型鋪面永遠無法復刻嘅壁埠。除採購成本優勢外，品牌落地香港採用階梯式拓店策略，進一步降低經營風險，復盤元記香港門店落地軌跡。品牌初期並未盲目入駐核心頂級商圈，重金開店。首批門店全部落地深水埗、元朗、荃灣等居民區密集，啱啱需要客流充足嘅片區。呢啲區域以工資階層、基層家庭為主，民眾物價敏感度高，平價飽腹餐飲需求穩定。大品牌先拱根居民區，靠顧客實地體驗積累口碑，夯實本地市場基礎。待 Sophie 下適應品牌口味同定價後，再穩步向核心商業地段自透佈局新店。呢套分步落地嘅擴張思路極度穩妥，有效規避咗盲目開店嘅巨額低損風險。香港核心商圈租金係居民區商鋪嘅3至5倍，貿然入局極易耗盡流動資金。依託社區門店穩定營收，維持運營績禮知名度，再切入商圈瓜分白領客流，精準穩健嘅擴張節奏，令品牌喺香港市場穩步揀根，持續壯大。精妙選址之外，品牌仲打造咗區別於傳統麵館嘅雙線營收經營模式，全天候營業搭配堂食、生鮮零售雙向經營，大幅提升門店坪效同營收足水漲。香港多數老牌麵店僅覆蓋午市晚市正餐時段，其餘時間門店長期閒置，極低嘅營業時間利用率，並本土老店嘅坪效始終處於偏低水平。元記門店全日冇間斷營業，打破固定飯點限制，同時發力生鮮生雲元吞外帶叫務，眾多家庭主婦
下班路人見到原昌現包嘅新鮮雲吞，都會順手選購帶返屋企，煮堂食就餐搭配生鮮零售嘅雙向盈利模式，全方位拉高門店單位面積，營收堂食消費需要佔用桌椅服務、餐具等大量配套資源，單次消費耗時久，新鮮雲吞外帶即買即走，交易高效快捷，無需額外配套服務同運維成本。同等鋪面面積下，連鎖品牌嘅綜合營收效率遠超固守傳統模式嘅本土老店，梳理完整套運營打法就可以睇清楚當下香港本土產飲正經歷不可逆嘅格局重構。早年入局香港嘅外來餐飲多係日式拉麵、近美式漢堡呢類差異化休閒品類，佢哋唔會直接衝擊雲吞麵、茶餐廳呢類緊跟市井嘅本土剛需美食市，但以元記為代表嘅內地中式連鎖品牌帶嚟嘅唔單止係標準化嘅麵食產品，更係一套數字化管理、全鏈供應鏈、精細化控本嘅成熟商業體，係呢套全方位冇死角嘅成熟模式，對本土零散小店形成咗碾壓式衝擊。比拼中小店冇集採優勢，食材人工成本居高不下，毫無降價空間，比拼出餐效率。本土老店依賴人工經驗、速度同穩定性遠唔及標準化連鎖門，線下引流本土鋪面，固守老舊客源，做唔出長效直觀嘅實景營銷曝光。唔少本地餐飲從業員心生焦慮，疑惑本土老店係咪鐵底失去生存空間？實則行業洗牌嘅本質本就係市場優勝劣汰，危機之中永遠暗藏轉型機遇。過去數十年諸多香港老字號依仗積累嘅招牌名氣，長期固守陳舊經營模式，門店環境老舊谷堆亂，服務態度敷衍懈怠，出品口味一成不變，卻逐年上調售價。靠住多年積累嘅情懷紅利，持續收割忠實老顧客，經營弊端不斷堆積內地連鎖品牌嘅入局攪局，反而倒逼本土從業員打破固化思維，主動求變轉型，想喺行業洗牌中站穩腳跟。本土老店必須打造專屬嘅差異化核心競爭力。連鎖品牌為兼顧統一效率，湯底多依靠工業調味粉調配複合風味。其實本土老店可堅守古法，工藝用大地魚、蝦殼乾貝慢熬8個鐘以上，天然湯底牢牢守住最純正嘅港式煙火風味。呢個係標準化連鎖無法復刻嘅獨特優勢。連鎖換料依靠工廠統一預拌封裝，口味標準卻缺失手工溫度同煙火氣。本土店家可選用香港本地新鮮黑豬肉現磨剁韌，手工調韌，保留食材本真鮮甜。市場始終存在一批偏愛地道本味、認可手工匠心嘅食客，願意為正宗老味道日價買單。但如果本土老店盲目對標連鎖，硬拼低價速度同翻台效率，捨棄自身風味優勢，最終只會陷入無法翻盤嘅經營死胡同，徹底丟失自身嘅核心競爭力。元記喺香港市場嘅爆紅，亦折射出2026年香港民眾生活模式嘅巨大轉變。城市生活節奏持續提速，各行各業薪資精緻停滯，民眾可支配收入持續縮水，大眾餐飲消費觀念徹底迭代，唔再盲目追捧裝修奢華氣氛感十足嘅網紅門店，數起灑更看重飽腹定價，啱啱需要務實成為消費主流。而元記嘅產品同定價體系恰好精準契合當下香港市民嘅核心消費訴求，同時品牌系統化嘅視覺運營設計，亦值得所有本土餐飲門店學習借鑒。高飽和度嘅亮黃色門頭喺香港密集嘅街巷建築中，極具視覺衝擊力。長期高頻出現喺市民視野，形成深刻嘅品牌記憶，點塑造專屬消費認知。高度統一嘅品牌視覺系統，係零散本土小店難以搭建嘅天然品牌壁霧。當香港街巷逐步被制式統一嘅連鎖門店鋪滿，食客睇落擁有咗更多就餐選擇，食到咗性價比更高、品質更穩定嘅標準化美食，但係亦都慢慢流失專屬嘅市井煙火。各家老店獨有嘅細微風味差異，正被流水線統一口味一點點稀釋磨滅。歸根結底，元記所有嘅制勝邏輯都可以濃縮為4個字：工驗思維。品牌用工業化批量生產嘅邏輯運營餐飲，精準把控整條產業鏈嘅每一處細節，從上游集採冷鏈
人店標準化培訓到線下客流研判，線上社交傳播佈局，整條產業鏈嘅所有環節都經過精密嘅數據測算、成本管控同方案規劃。反觀香港傳統餐飲業態，多數夫妻店老牌食肆，全程依靠個人經驗同人情維持經營，冇系統化管理思維，冇成熟嘅風險對沖機制經營模式，陳舊且脆弱。短期嚟講，工業化連鎖模式憑藉高效低價、高可複製性會持續佔據市場上風，但長遠嚟講，大眾依然期盼香港餐飲市場能夠維持百花齊放嘅健康生態。外來連鎖品牌入局嘅正向價值係倒逼本土餐飲完成轉型升級，優化經營模式。本土店家可以借鑒先進嘅管理同控本思路，同時堅守港式美食嘅百年美齡同匠心。冇人希望香港街頭由柴灣到屯門，滿眼都係一模一樣嘅招牌同流水線口味。對普通食客嚟講，平價便捷嘅餐飲選擇不斷增多，係喜聞樂見嘅民生好事。但對深耕本土飲食文化、偏愛街巷煙火嘅本地人嚟講，市井風味同質化難免令人欺霸。呢場直指全港嘅餐飲洗牌浪潮，目前僅只係拉開序幕，未來仲會有更多品類嘅內地連鎖品牌佈局。香港瓜分本地餐飲市場份額，酸菜魚烤魚、連鎖火爐、新式茶飲等品類都會陸續入局，推動行業全面迭代。不妨問下自己，你係咪打卡過呢啲進駐香港嘅內地連鎖雲吞門店？親身品嚟過後，你覺得連鎖口味同老牌港式雲吞麵孰優孰劣，定係單純被超高性價比打動，足以支撐你反覆到店消費？歡迎留下真實體驗同看法。每一次消費選擇都係改寫香港餐飲嘅未來樣貌園記嘅遍地開花。早已唔單止係單一品牌嘅商業成功案例，更係鮮明嘅時代縮影。2010年代，內地餐飲喺外面嘅標籤大多指著性價比呢一項優勢。望入2026年，所有人都可以清楚睇到，內地連鎖餐飲模式已經高度成熟，閉環完善呢啲品牌銷往香港嘅早已唔只係一碗簡單嘅食物，而係整套可複製嘅成熟運營系統。固守味道至上，無需革新嘅老舊思維，本土餐飲好難守住自身嘅經營基本盤。我身邊有一位經營港式麵館20餘年嘅老店老闆，如今已經係年過50，一世深耕麵食行業。最引以為傲嘅手藝係純手工捶打製作傳統竹升麵，數十年始終堅守最正宗嘅港式雲吞麵，古法工藝，守護地道老味道。如今隔壁街區嘅元記門店常年客流爆滿，飯點排隊不息，而自己經營數十年嘅老店客流量逐年下降，營收一日不如一日。呢位老店老闆時常感慨，陳清消費群體早已難以分辨古法湯底嘅獨有醇香。只要門店食材睇落新鮮，調味適口，定價親民，多數年輕人就願意買單消費。傳統港式麵食嘅口味認知出現嚴重斷層，搭加成熟商業模式嘅降維碾壓，一大批堅守古法嘅本土老店紛紛萌生結業收手、退出市場嘅想法，危機永遠同轉機並存。當下已經有唔少香港年輕壯業者跳出傳統固化思維，佢哋只是融合連鎖規範化管理同港式本土飲食情懷，打造新式港式麵館。門店裝修貼合當代年輕人審美，具備完整品牌包裝同線上宣傳運營體，係內核始終堅守本地新鮮食材同代代相傳嘅古法老味道，保留港式煙火本味。就算定價略高於連鎖品牌，依然聚粒咗一批忠誠度極高嘅固定食客。呢種新舊融合嘅發展路線，或許係香港本土餐飲長久存續嘅最佳解法。元記雲間喺香港嘅遍地開花，早已超越一門普通餐飲生意嘅範疇。佢向全港餐飲行業釋放咗清晰嘅信號。香港消費市場全面開放，行業競爭邊界徹底打破，市場比拼嘅早已唔係香港本地嘅內部賽道博弈，而係跨地區嘅成熟商業競爭，依靠盛昌引流供應鏈碾壓嘅商業大戲，仲會喺香港街巷持續上演。我哋享用平價便捷美食嘅同時，亦可以多俾堅守本心嘅本土老店一份支持。好多人忽略一個反常現象，元記喺香港嘅拓店速度。
遠超內地，主多二三線城市。呢一個現象值得深度深究。業態極度飽和嘅香港市場，點解會被連鎖品牌快速攻破？核心原因就係香港本土餐飲整體標準化程度長期偏低，行業格局鬆散。除咗大家樂、大快活等本土大型連鎖集團，全港絕大多數食肆都係獨立個體經營。冇統一供應鏈，冇標準化品，控一盤散沙嘅格局難以形成行業合力。卻面對背靠全國供應鏈搭載大數據運營，精準鎖定客群嘅連鎖品牌本土零散小店，如同手持冷兵器對抗現代化裝備，雙方硬實力差距肉眼可見。同時玄機喺運營細節上打磨得足夠精細，全方位適配當下社交傳播邏輯門店配色。包裝設計、餐品擺盤，全部貼合年輕人拍照打卡線上分享嘅需求。當下全民美食分享嘅消費環境中，缺少打卡屬性嘅門店，會流失大量免費線上流量。辨識度極強嘅亮黃色門頭，喺短視頻同圖文傳播中自帶曝光優勢，適配網絡傳播。拆解後唔難發現，玄記嘅核心競爭力從來唔係單一優勢，而係環環相扣嘅組合打法。規模化採購嘅成本優勢，全國供應鏈嘅極致控本，而複製嘅標準化培訓體係全覆蓋嘅品牌視覺營銷精細化嘅全程運營管控，舊積起堅固嘅行業壁模。呢套系統化運神能力，正正係絕大多數香港本土夫妻老店長期缺失嘅核心短板。綜合嚟睇，呢場全港餐飲大洗牌，俾本土經營者帶嚟咗巨大嘅競爭壓力同生存焦慮。但亦逼整個行業打破固化模式，重新審視自身嘅風味價值、人民價值同商業價值。我哋究竟需要效率拉滿口味統一，穩定唔出錯嘅工業化快餐解決溫飽，定係接納帶住手資細微瑕疵、飽含店主數十年溫度同街巷記憶嘅傳統手藝美食？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每一位香港食客嘅心中都有着屬於自己嘅取捨同判斷。外來連鎖品牌帶嚟高效平價嘅消費選擇，本土老店留存城市獨有嘅飲食記憶，二者共存共生，互補發展，先係一座城市餐飲生態最健康、最動人嘅樣子。